第三，减债加薪水。我刚才提到，民进党为高雄留下3300亿的负债，3300亿的负债，3300亿的负债。因为很重要，所以我讲了3次。这是民进党留给我们高雄子子孙孙沉重的负担。苏贞昌院长说要给高雄4000亿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但是只要他给高雄3300亿的把我们的负债打消，那我跟吴益政就可以不用选了，是不是？民进党执政的观念是什么？3分是市政，7分派系的家天下心态。民进党抢夺国家资源、政府名位、国营事业毫不客气。民进党的派系个个又肥又壮，但是高雄的经济却越来越差。以上就是梅珍提出的4项软实力的重点说明。市长选3号，幸福来报道，创造高雄的3赢。让米梅珍当市长，我会邀请吴益政当我的副市长。至于陈其迈先生，我相信蔡总统绝对会有更好的安排，这样我们3个人都可以为高雄打拼。3号赢，高雄会3赢。这2年来，高雄不仅没有发大财，高雄没有变得更好，反而越来越糟。我从几项的具体的指标来看，包括盈利事业的销售额，过去都是逐年成长，但是韩市长上台之后，我们的盈利事业销售额在去年却减少了1246亿。青年失业率也一样，过去逐年降低，但是韩市长上任之后，从过去的9.2增加到去年的11.3，到今年的上半年又高升到12.7。在整个促餐投资的部分来看，过去我们高雄招商都是数百亿，那在整个包括这个财政部也颁发给我们招商卓越奖，但是韩市长上台之后，我们的招商却从数百亿掉到76亿，连过去的零头都不到。市政空转了2年，市民痛苦了2年，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。不仅我们的市长满意度垫底，我们的高雄从过去进步的城市也变成退步。我想这个都是很多高雄市民在这几年大家共同的忧虑。高雄必须重新启动，这是新市长的责任。我担任市长，我一定会努力把过去的2年能够尽速的追赶我们市政的建设，把4年的建设做好做满。所以我会延续我过去在行政院防疫国家队的经验，提出4大优先：产业转型优先、就业机会优先、交通建设优先，以及我们常常在讲的空污防治优先。我想这次回来参加市长的补选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，新市长他的任期其实只有2年，所以新市长必须用2年的时间，把4年的市政建设把它追回来。前些日我到高雄各地不管是跟市民朋友拜访，他们都告诉我，你的选情大家看好，但是投票率可能会很低。新市长背后假如没有足够的民意基础，我相信未来在议会蓝白合作的架构下推动市政，一定会碰上很大的阻力。高雄人1年投3次，我想我跟很多的年轻朋友一样，我们坐高铁回来很辛苦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香港现在不能选举，台湾其他地方没有选举，全台湾全世界人都在看高雄市长的补选，是不是有新市长有新民意能够推动高雄的建设。我承诺我带领的市府团队未来一定不分党派，在地优先、专业优先、用人为台，只有高雄队，没有卖团队。我服务的市民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我不会区分党派颜色，一视同仁。不管你过去有没有投票给我，不管是蓝的是绿的，只要在我们高雄生活，全部都是高雄市民。高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家园。有人嘲讽我一选再选，也有人说我选高雄市长像一场苦练。我必须讲，这一路走来，真的像极了爱情。8月15号，我要拜托大家踊跃投票，出门投下神圣的一票，让我们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。拜托大家，谢谢大家。
2年前，你感觉民进党做了无好，换国民党，国民党又搁换落来，是安怎2年后，搁爱换民进党，搁倒转来？那假设安尼，你想看卖啊？安尼生活会较好吗？安尼生理、菜市市场、商家会较好吗？安尼环境、空气污染会改善吗？另外，在极端政治、网络的世界，我们本来是要让各种意见能够互相交流，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产生更好的公民社会。那执政者在操纵媒体，不是在宣传理念，是在打击异己啊！台湾社会现在变成不是朋友就是敌人，这种相对的一个极端的社会，现在变成我们社会的一个生活方式。我最近有拜访高雄，有几位宗教的领袖，其中有一位年岁已高，他担心执政者对异己的迫害，那种造成社会的不安、恐惧，让他晚上也睡不着觉。我想这种权威威权的时代，民进党在国民党可以感受，在党外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国民党那种威权的威胁。现在是不是民进党的，却感受到这样的威胁？这样民主进步、开放这20-30年，怎么会倒退？所以说，我们这市民除了蓝绿之外，我们市民有没有更好的选择，能够有融合双方的机会？我出来就是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最好的选择。